每日讀經靈修系列，靈動每天。耶利米書下第26日，論摩押的故事上。閱讀經文：耶利米書48章1至17節和修本。選讀48章1、11、13節。論摩押，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禍哉尼波，他要變為廢墟；基列亭蒙羞被攻取，米斯迦蒙羞被毀壞。摩押自幼年以來常享安逸，如沉澱未被攪動的酒，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，也未曾被擄掠過，因此它的原味常存，香氣未變。摩押必因基抹羞愧，像以色列家因倚靠伯特利羞愧一樣。早從摩西嘅時代，摩押就係以色列民嘅敵對勢力。摩押王曾經召來術士巴蘭，咒詛以色列民。失敗之後，更加利用婦女去引誘子民行淫，招致上主嘅震怒。因此，當上主審判列國，摩押必定喺名單之中。1至10節提及多個戰略地名，尼波同埋基列亭，原本係屬於以色列流便支派，後來遭受到摩押嘅佔據。米斯迦就係摩押位於高地嘅堡壘，呢個核心疆域係坐落喺死海以東嘅高原山地，憑藉險峻峭壁形成天然屏障。然而摩押嘅神明基抹連同祭司官長都難逃被擄嘅命運。第9節為摩押灑鹽，呢個象徵更加係指向呢笪地方將會永遠成為廢墟，故此第10節並非字面嘅解釋，而係以誇張嘅修辭嚟去預告審判摩押必定引發無法避免嘅流血衝突。11至到17節描述摩押嘅安逸，使到佢自明，佢哋嘅地理屏障同埋物產豐饒，養成民族性嘅自滿。經文就借釀酒嚟去比喻摩押，佢哋係未經濾渣沉澱嘅酒，喺反覆傾倒器皿嘅澄清過程中，殘留嘅酒渣終會敗壞酒質，嚟去對應摩押，佢哋係從未經歷動盪擄掠嘅虛假安穩。當上主嘅時間來到，摩押就必定如酒咁樣被強制過濾，被迫經歷動盪同埋變幻。佢哋嘅倚靠嘅基抹神明只會使到佢哋蒙羞，如同以色列喺伯特利拜金牛犢自招罪孽一樣。連素來誇口嘅勇士亦都不堪一擊，因為佢哋將面對上主所差遣嘅巴比倫大軍。讓我哋一齊思想。第一，喺你嘅生命當中，有啲乜嘢係你引以為榮嘅呢？呢啲讓你引以為榮嘅，會唔會好似摩押嘅峭壁同埋基抹神明咁樣，喺審判來臨嘅時候變得毫無價值，甚至招嚟羞辱呢？第二，如果呢啲帶俾你安全感同埋榮耀嘅事物突然失去，你會點樣面對啊？你要點樣靠主嚟重新得力呢？回應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世上雖然有好多吸引人嘅事物，但係唔一定對我有益處。求你煉淨我，好似酒榨裏面嘅清酒，使我喺熬煉之後散發基督嘅香氣。
奉主耶穌嘅名禱告，阿門。